过来看，伫咧高雄是有民众去凉水店买牛奶茶来啉，这挂拍开，所看到内底有一张这员工的证件，卫生局随派人去稽查开单。另外，伫咧大埔通化街的卖冰老店，嘛向投诉讲，甲倒布浸伫咧这红豆汤内底。不过，这业者是配话讲，迄卡是人食剩要倒的，唔是要卖人。 假日的营业时间，卫生局人员来到牛奶茶店，真少翕相稽查，因为有民众伫遮买一杯牛奶茶，甲挂掀开，竟然发现一张写员工名姓的色白证，有影惊一条。这员工他其实也不是这么就故意，但第一个对名牌的佩戴方式，我们一定会全面的检讨。还有员工就是他当下如果说有。 要注意，随时注意那个名牌有没有脱落。高雄盐埕出名的牛奶茶店，伫百花卖场内底分店卖饮料出现这款物件，业者表示是员工较混淆的时，吸这色的色白证无细致落落，会检讨改善。高雄市卫生局稽查了后，要依法裁处。一、违反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自治条例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，处 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。我们会是先搅拌，如果发现有问题，就会直接打开看这样。台北市通化街出名的老牌冰店，假日无营业，不过也互投诉讲，真正有民众去食物件，看到店员甲使用过的倒布带入去红豆汤，卫生局派员稽查。 业者是说，他们不是把它放在红豆汤里面，是放在那个收水桶上。这一间也开蛮久的，就只是有没有被发现而已。其实餐厅应该都差不多。冰店的食材无发现奇怪的物件，不过冷藏的食材无砍挂，卫生局已经要求改善。面对食安的问题，卫生单位真谨慎，任何的细节拢袂当有疏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